还愣着干嘛？趁他孤身一人，把他杀了！爹爹，我不能杀他。他可是青云派首席大弟子白泽。如今，他是我的夫君，也是你的女婿。你究竟是谁？幽冥神教圣女聂清欢，也就是你们口中的魔教妖女。聂清欢撒了那么多谎，至少名字是真的。夫君，别这么叫我。白泽哥哥，我不是有意要骗你的。无需解释，你终究还是欺骗了我。也是，撒谎骗人对你们魔教中人来说，只能算是小把戏了吧？你我的账稍后再算。他是我青云派重犯，是整个武林的祸害，我不能让你带走他。白泽哥哥，我结发为夫妻，恩爱两不疑。如今发断，清泉。原本就是正邪不两立，我又如此骗他欺他，这辈子他恐怕再也不会原谅我了。是我骗了你，你杀了我吧。你以为我不敢吗？白泽，你也算一代少侠，你们名门正派，整天口口声声光明正大，祸不及妻女的规矩，你们总要遵守的吧？啊！她是你们魔教的圣女，也敢自称无辜之辈。我爹接任教主以来，青云派和幽冥教井水不犯河水，如今明明是青云派垂涎我教秘籍，才把我爹关起来囚禁折磨。休要狡辩！魔教邪功以人为果，祸害天下。我师父定然早就与你说过，若愿意交出秘籍，绝对不会赶尽杀绝。我说过很多次了，那本秘籍只是传说之物，我连见都没见过。白泽，你跟你师父不一样，我看得出来。我聂幽冥今日对你起誓，只要你放我们父女离开，从此我便解散教众，归隐山林，啊，好不好？我凭什么相信你？凭我。你以为我还会信你吗？换一昼风月，是否会相见？我化作青叶，轻拂过脸。换一曲离歌，是否诀别？太子哥哥，留住我，哪怕再看我一眼。金色断了线，辗转思念，化作萤火的残念，划过桑田，直到那轮回的终点。愿为花落见似水流年，却为此生相约。到家了。
先坐下。警官，将那机关往左转一下。幽冥书。清欢，白泽哥哥，警官，警官！你不是白泽哥哥。师兄，你竟帮着一个外人来伤我！谁允许你扮成我的样子的？是爹命我这么做的。若不扮成你的样子，如何能使这妖女放松警惕，一举夺得幽冥书呢？爹，白泽，师父，我命你在禁地自省，你胆敢擅自闯出来，你想干什么？欺师灭祖吗？师父，清欢是我的妻子，我说过，此生要守她、护她，生同亲，死同果。